画给我吧。我要先知道金小天的安全。那我也要知道这幅画的真假吧。很好，没有辜负金小天这么不顾一切的爱了你一场。他现在在哪？自己看吧。你答应让我见到他的。我只答应不在这儿杀了他。之后的事儿我就不负责了。他人呢？李小姐，我们的生意做完了。你想救你的李新月吗？帮我们出趟货吧。没问题。你放开我！花样的。蝎子。一会儿路上，帮我照顾好小天儿。放心吧，哥。走吧，天哥。对不起，李小姐，我是来送你上路的。你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非要那幅画吗？看在你这次这么配合的份上，我就把这幅画的秘密告诉你。20年前，欧阳先生的一个手下黄毛偷走了一个重要的账本。由我负责追回。我一路跟踪，到了雪山脚下，终于在一个旅馆里发现了黄毛。原来，走投无路的他，被一个进山写生的画家救了。呵呵。快吃点啊！哎，行了，安心住几天，过几天家里人来接你。关键的时候，还是家里人最重要了。哎，看，我闺女，刚刚给你看的画，画的就是她。真像你。那幅宝贝是我最满意的作品。那幅画叫《宝贝》啊，画的真像。谢谢你，救我一命。哎，瞧你说的，这种事情谁碰到都会像我这么做的。师傅，你快出来看看啊！我跟芳芳去外头打了2只野兔子，真的活蹦乱跳的。你看，活着，你快吃啊！你吃。哎，你们见过一个头上有撮黄头发的人吗？情急之下，黄毛就把埋账本的坐标写在了宝贝这幅画上，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他父亲。
后来黄毛顶不过我的威逼利诱，对我说了这个秘密。对不起，老板要你的命，我也没办法。后来我被判入狱20年，这20年来，欧阳先生一直在逼问黄毛的父亲账本的下落。他父亲经受不住压力，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。我一出狱就要找这幅画，没想到他被拿出来拍卖了。你们都给我盯紧了，看看到底是谁拍到那幅画的。我本想拿到画，找到账本就可以摆脱欧阳，没想到黄毛的父亲临死前说宝贝画里有秘密。姓楚的是指望不上了，你去办吧，找到那个丫头，把画拿回来。是。所以我才一直追着你。我爸爸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楚鸿飞没事，只有我爸爸出事了？那是因为你爸爸的运气实在不太好。要不是你爸爸多事儿，他也不会死。我本想跟你爸爸买花，但他不愿意，拼了命的保护那朵花。你松手！这是给我女儿画的，不值钱的，拿去炸了！抢夺中，我误伤了他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我把他踢下了山崖。故事讲完了，我要送你上路了。哦，对了，花子告诉你，也许这个时候，金小天的车已经翻落在悬崖之下了。我去送你们团圆。
你到画廊取画，他们觉得不对劲，就报了警。多亏了你身上有定位器，要不然真是难找。金小天真是太聪明了，送给你的礼物真是太好了，压死了。定位器？哇，就是你身上戴的那个项链，那是他送给你的吧？那里边装着定位器，你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能找到你，你是安全的。护身符真的管用？姓陈的灵吧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一直跟着你。陈姐，刚刚在交通监控中发现了金小天，位置信息已经上报。好，这一次看来就是胡志辉的大行动了。我们会在高速路口接应金小天的，但是最终目的就是要跟踪到胡志辉的货仓。那申请无人机监控。可以。我居然把爸爸的遗物交给了杀死他的凶手。可爸爸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到。你不用怪自己，这不都是为了救小天吗？这都是胡志辉的罪恶，跟你没关系的。来，你不要太伤心了啊。对不起，都是我自作主张，因为我实在害怕他们会伤害小天，没有别的选择。现在不是追究你有没有过错的时候，我们当务之急是全力寻找金小天。已经跟上了，目前保持在300米外监控中。好，保持距离，严密观察，一定要跟住金小天的车子，直到找到胡志辉的货仓为止。在收费站的时候，我们有同志会配合，帮助我们恢复和金小天的联系。
心月，心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被打成这样啊？我没事。心月，你放心吧，警察已经去我们的画廊调看过监控录像了。结果怎么样？胡志辉的几个外国买家在几个月前就去过我家的画廊，跟我爸谈过生意，所以警察判断他们的联系密切，嫌疑很大，已经展开调查了。报告栏目警官，通过无人机的画面显示，金小天出事了。哥，搞定了。你咋知道他是警察呀？从我们拿到那幅假画起，我就开始怀疑金小天了。只不过，他编了一个完美的理由让我相信了他。而这次欧阳的行动是近乎绝密的，他临时修改交易时间，连我都想瞒过。可警察是怎么知道的？唯一的理由就是，金小天是警察的卧底。但如果这些我都猜错了的话，那也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了。哥，他要真是卧底，咱们之前怎么不直接做了他？我们还是要在李新月小姐面前讲点信用吧。而且现在警察肯定是全力搜救金小天，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。当他们在悬崖下找到他的时候，咱们早就拿东西走人了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哥呢？等拿到账本，到哪儿都能东山再起。哥，这画到底藏啥秘密呢？哎，哥，这怎么有组数字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就是埋账本地点的经纬度坐标。一个藏坐标的画都这么贵，那这账本得值多少钱啊？钱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上边记录着20年前和欧阳交易的大量买家信息和交易记录。有了这些信息，我们就可以和欧阳原来的生意重新搭上线，或者光靠敲竹杠，我们下半辈子也够了。继续寻找，务必把人找到。心月，你看，天都在下雨，你冷不冷啊？是啊，心月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啊？好不好？是啊，我看
你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，这儿有我们特警呢。那边是几个人？哎，金玉，金玉，哎，算了算了，算了，让他去吧，这样他心里会好受些。你们放心吧，小天是个好同志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好同志，局长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其实，小天是我们安排在胡志辉身边的卧底。啊？金小天是警察？对。杀人犯？你怎么认识的？不是你不看新闻的吗？大兵在无锡这一块犯过很多事儿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如果我们再这么直播下去的话，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场一些人员的这个安全问题。你们还会继续直播下去？我们能有什么安全问题啊？不是，我就打个比方嘛，假如呢？我今天就突然就突发奇想，就是如果呢？其实你就是那个惹麻烦的人，所以你不想暴露我们的行踪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说中了吧？你有病吧？我真的是在好心提醒你们呢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朱总，你马上下楼给他搬出院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丽丽现在需要休养。你听我的没错，我现在没工夫给你解释好吗？想搭我们的顺风车？不行。那个什么，我觉得那两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什么底细，就这么贸然答应他们的话，不太安全。要我说啊，你们4个就给我带在车上，下去看看。哎，金小天，小天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没有打。没事了啊？没事。这么快就没事了？哦，那些人都已经老实交代了，然后为我也做了笔录，我放。哎，小天，你去干嘛？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快点回来！他之所以没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有计。他把所有的委屈和误解都一个人扛了。实际上，他才是最痛苦的那个人。原来是这样。今天这个情况，也是小天在和胡志辉做最后的周旋。本来不应该告诉你，因为你们都是他的好朋友。我不希望你们一直都误会，所以才告诉你们这些。但我要求你们一定要严格保密。小天儿，原来他当时做那些都是为了保护我们。都怪我。他当时跟我们暗示了那么多次，我一点都没发现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我警告你，不要插手我们上海集团的事情，否则后果你真的承担不起。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。给我走！我要是不走呢？你走着瞧。生存有很多条路，为什么非要选择来投奔欧阳先生，投奔辉哥？起码我可以保证，下一次你再遇到今天这样的事，一定完蛋。无非就是想把我赶走。怕我知道你在山海集团
见不得人的高等，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楚之汉先生手下的所有业务将由我来接手。看着他收拾东西，让他滚！这一拳我是替丽丽打的，为什么要伤害她？为什么要不辞而别？一拳应该不够见气吧？继续。人死死了你要是遭遇那么大变故，你想不到也正常。我要是见不到她最后一面，我这辈子心里都会不安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乌鸦嘴了，咱们赶紧找，肯定能找到。小天，小天。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。小天同志出现这样的意外，我也很难过。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啊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绝对不能让胡志辉再跑掉了。陈局，刚才那几个外国人已经带到局里审过了，有收获吗？查明了身份，他们只是一些群众演员，2个月以前被胡志辉招募的，让他们冒充海外的客商，说是为了拉生意。 看来这也是胡志辉处心积虑想拿到画的一种手段罢了。他这么想拿到这幅画，这画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？胡志辉说，那幅画里有一个非常重要账本的坐标。那会不会他现在就是去找那个账本了？小天如果没事，就可能是去追他了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年找到那幅画的地方，就是离账本不远的地方，也许在那儿可以找到他们。有可能，虽然这只是推断，但现在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，值得查一查。当年雪崩的时候，方姨是不是在场？我不记得了。雪崩发生以后，我当时晕过去了。 然后，第2天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了。大概的方位也不知道吗？雪崩的时候，大伙儿都给冲散了。寻找李老师的搜救队，也是在10几里路以外的地方才发现了他的背包，旁边也没有看到他的尸体，所以最后大家推测，李老师应该是在别的地方遇难的。这么说来。 唯一能知道那位置的人是，只有我吧。金小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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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点回来吧。 我保佑你！我刚刚联系了支队，让他们提审了楚鸿飞，可是他非常抵触，什么都不说。怎么会这样？楚鸿飞后来又被查出来，他和顾阳的洗钱交易，还有雇凶杀人未遂，这是经济案叠加刑事案。 他有抵触情绪，我配合，正常。我要去找他。他现在这个状态未必肯见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一试。我陪你去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你一定知道你们当年在雪崩之前，雪山上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凭什么要帮你啊？胡志辉那么想要那幅画，就是证明那幅画里有很多的秘密，所以现在雪山的位置是能够追踪他唯一的线索。他已经亲口告诉我，我爸爸是死在他手里的，所以现在小天也很有可能在他手下遇难了。所以我求求你把这个位置告诉我好不好？就当刻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行吗？你父亲的面子上？是你把我送进来的，你忘了？对不起，这忙我帮不了你。求求你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求求你！月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坐到轮椅上？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无非，我们自己造的业，一定要自己来还。而且，我们已经影响了下一代。星月如此，之汉也是如此。你一定不知道，你出事之后，之汉为了你，就潜入了欧阳集团，他差点就没命了。我们自己家做的错事，我们一定要自己来承担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还能做一件正确的、应该的，哪怕只能再做一件好事，然后再去接受应有的惩罚，这样，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可以更安宁一些？鸿飞，回头吧。爸，我跟妈等着你回家。我知道婚礼当天彼此2人对一个女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。
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自己最心爱的那个人，因为我而陷入到危险的漩涡当中去。我做不到。你给我别靠近我！我现在每天都不知道我身边有谁在跟着，不安全。小天，我好想。 我爱你。哥，找着了！哎，哥几个，咱们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。谢谢哥，感谢哥，让哥带咱们出去玩去，小乌梅。
遇见对的爱人有多不易，靠近时光才换